这是你的针线。玉儿心笨手拙，大王不嫌弃就好。香囊如此精致，寡人疑惑，你是如何赶做出来的？神仙飞针也做不到如此迅疾。这香囊是前2日就做好了，只等采了银丹草后，给大王送过来。月儿果然巧手。配大王的服饰，若有一抹黄线，就更好了。月儿还牵挂着寡人吗？怎能不牵挂？那你为何还要带着继儿离开咸阳？月儿除了牵挂大王，还要牵挂的事情太多。寡人知道，那起杀人蜂的意外，一直让你心有余悸。是。你认为，即使留在寡人身边，也保不住你和继儿的平安。月儿是大王的人，为大王百死而无憾。只是继儿尚未成年，宫中太子位分不定，难免人心浮动。有人为了储位为难继儿。月儿只是说常理，大王多想了。既然你今日说起太子之事，寡人就跟你说说太子。月儿只希望国本归一，其他不敢妄言。你不妨只当眼前是林家老伯，直言不讳好了。当儿是寡人唯一嫡子，勇猛果敢，力可拔山，是开拓疆土的难得人才。所以前些年，寡人一直视当儿为秦国未来的储君。但随着他渐渐长大，寡人看出他勇猛果敢，只不过是抱虎平和、匹夫之勇。王者须胸怀天下，威而不猛，有勇而无谋，有败国之威。大王若以为公子当不妥，那谁人更让大王中意？公子华年长，心思缜密，军功显赫，但魏国的势力曾对他有所企图，加之他还有个不争气的娘亲，难免束缚手脚。剩下的就是继儿。继儿天资聪颖，良知良能，是寡人心头最爱。大王可愿听月儿一言？说吧。在月儿看来，公子当和公子华虽都璞玉有瑕，但继儿却是最不宜继立之人。为什么？继儿年幼，天性未定，聪明伶俐是好，但若一日变得过于算计，也会因计谋过度而失德。当年大王看好公子当果敢，可旧日果敢不也变成了今日鲁莽？何况继儿因年幼，大王格外宠爱，性情柔弱仁厚，事事又依赖于我，聪明但缺少决断。江山社稷确实要一个更有决断的人来做主。这是你真心话？你真不愿继儿成为一国之君？作为母亲，我希望孩儿既不辜负大王之望，又能一生平安无恙。若勉为其难做一国之君，万一有差池，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虽然继儿不堪国君重任，但仍可尽其所能，守护大秦社稷江山，造福一方黎民百姓。好，那依你之见，何人更为适宜？若以长远计，公子华更为合适。公子华曾为先王后抚养，借先王后之事
是众朝臣心中的储君，一文一武，德才兼备。更因公子华业已成年，心性已定。虽然魏国势力曾想左右他，但若能精心挑选贤臣辅佐，定能成其大业。可是，在寡人眼中，继儿还是最好。只怕大王是爱屋及乌吧？后宫女子，若换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定会为了这太子之位，拼得头破血流。月儿没有大王想的那样清高，只因把太子之位看得太重，所以才战战兢兢。如此，寡人需要再思量一番。此事的确要由大王悉心斟酌，但朝堂喧嚣已久，立太子之事，不宜过分拖延。夫人，公子当又来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当儿拜见魏夫人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有话直说。魏夫人，你知道我曾在园子里与贵侄女相遇，公主温婉贤淑，花容月貌，令我一见倾心。可我上门数次，夫人却不准许我与公主相见，这是为何？公子道，不是我故意要为难你，反倒我想求你放过我和怡儿。怡儿本是来探病的，被你这样3番5次上门来闹，她如何还能在这宫里待下去？王后一心找我的不是，若是让她知道内情，定会大发雷霆。我受委屈倒也罢了，怡儿乃是未嫁之女，若是无端让她受此连累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怡儿，怡儿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好了，这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容她进宫探病，更不该让她在我的披香殿的园子里抛头露面。公子道，你是王后的嫡子，王后对你的婚事早有打算，请你速速回去，也算是成全了怡儿。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欢怡儿，岂敢有一丝一毫伤害她的心？女人的名节不是小事儿，任何人真心喜欢怡儿，都应该先禀告父母，向我王兄提亲，行6礼，怎可像你这样思乡受受？我只是对怡儿思念心切，夫人若能容我就看一眼怡儿，我自然会和父王母后商议。唉，公子道，你这样纠缠不休，是陷我于不义呀。王后早已心存芥蒂，我若是如了你的愿，定会被看成攻于心计，谋算公子的奸人，只怕连怡儿也会被安上放荡无形、勾引他人的罪名。夫人，母后一向宽厚仁慈，岂会轻易伤人名节？夫人，王后来了。王后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彩萍，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。是，公子请。既然是这样，也就别怪我了。拜见王后。魏夫人，是你做的好事。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你那个如花似玉的侄女呢？把她叫出来。臣妾愚钝，不知道王后说的是谁。你怎会不知？你弄了个美人进宫，先是勾引大王，然后让荡儿梦寐以求，怎么，敢做却不敢当了？哦，王后说的是怡儿啊。怡儿是受我王兄之托进宫探病的，日日诗书礼乐，足不出户。王后身为一国之母，
一举一动都为国之义犯，岂可随意玷污我王兄之女的清白？你的侄女若无所图，怎么会赖在宫中这么久都不肯离开？日日足不出户，只怕是在算计着怎么张网捕鱼吧。王后如此猜忌，臣妾无言以辩。我已戳穿了你，既然计穷力竭，何不识相一点，让你的侄女赶紧离宫，免得两下伤了颜面。这么说，我的仪儿跟公子荡的确不般配。般配？大儿怎么会跟你的侄女般配？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母后，大儿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不在，怎知母后如此蛮横？大儿，哼，难怪魏夫人不肯让怡公主见我。你恶言恶语，让孩儿颜面尽失。你这不仅是羞辱了你的孩儿，也羞辱了母后自己。荡儿，他们是在用欲擒故纵的伎俩。哼，难道母后也常用手段，看别人都是伎俩？荡儿是被人掩了耳目。被谁？怡儿吗？若能被怡儿掩耳目，我情我愿。荡儿，你是用何手段荼毒了我儿？王后息怒，这就怪不得臣妾了。你跟公子荡不请自来，臣妾该对你们说的话都说。臣妾在此恭送王后。刚才外面的鸡飞狗跳，大约你已经听到了。姑母，